上世紀70年代，澳門輕工業發展蓬勃，雙職家庭蔚然成風，托兒需求變得迫切。深耕澳門慈善事業嘅同善堂決意開辦托兒所，提供免費托兒服務。當時社會福利處撥出台山嘉翠麗大廈部分單位，讓同善堂開辦托兒所。1976年1月，首間托兒所正式開辦，提供100個托額。好多家庭係需要呢個托兒嘅服務啊！咁我哋一開始招生呢，就好多人排隊啦，有啲係5、6點都開始嚟，家長啦、老人家咧都嚟排隊，排到咧即係打咗幾個圈嘅，後期咧就覺得咧係需要改善啦。1990年嘅時候咧，我哋現任崔世平主席咧，佢就提議咗攪珠啦。咁到91年咧，我哋就改為抽籤。咁到時至到今年咧，我哋就與時並進啦。咁啊，用咗呢個電子抽籤，更加便捷啦。從設立首間托兒所開始，為咗配合各區居民嘅需要同社會發展，同善堂於1979年喺新橋區開辦2托，1998年喺馬場區開辦3托，2002年於下環區開辦4托，2013年喺黑沙環同善堂崔德祺主席紀念樓開辦5托，合共提供超過800個托額。由最初只收45元膳食費，到物價飛漲嘅今日，依然保持每月只收100元膳食費，包括早午餐、水果及下午茶。我哋就係驚，如果係免費呢，可能佢哋覺得就唔使成日返嚟啦，咁會浪費咗我哋嘅服務。如果家庭係真係比較困難嘅呢，呢100蚊我哋都係唔會收佢哋嘅。以前呢有旅行嘅。經常同小朋友咧出外旅行，一出外咧我哋會帶埋食物喎，有去過二龍喉公園啦，甚至乎咧喺氹仔初期南生大廈咧5顏6色好靚噶嘛，我哋專登咧就帶小朋友去南生大廈嗰邊，因為喺嗰個年代咧家長真係冇時間陪你嘅小朋友，咁我哋就佢哋出去就好開心。每年6一咧咁就會做一個兒童競技會，哇好熱鬧噶！咁啊，每班咧比賽啊，家長同我一齊競技啊，咁嗰陣時啊，家長好熱烈嘅，好開心嘅，好投入，阿公阿婆都嚟埋啊！同善堂托兒所陪伴唔少家庭走過育兒歲月。今年同善堂第1托兒所遷至新城 A 區，成為該區首間托兒所，不僅係空間嘅延伸，更係使命嘅傳承，續寫澳門慈善新篇章。